66岁这人领，66岁领，你就是 full retirement age。你若是 before full retirement age 时，你若提早领，你其实有相当的 penalty 就对了，就是讲你领较少钱啦，啊，搁你赚的钱按2块算1块啦，迄拢袂咧。但是你若 full retirement 了的时阵，你是毋是要领？这嘛是个 big question。安怎讲？因为你每 delay 1年，政府给你 8%， 你想讲话你倒会当摕到 8% 的 return？ 这样一个情况话，反正你 no matter what， 你的 retirement age 是70岁 ，OK， 你就是讲你一定爱领，不管你哪，你70岁爱领。所以 between 这个60岁到70岁这4年内底，你有可能加足一 percent， 加32% 出来。迄是加真侪钱出来，就是讲看你 depends on 你的 benefit age 吼，所以这是你的囡仔若甲你讨论的时阵会当参考啦。啊，标准是安怎讲？就是讲你即摆你若加年领对无吼？你若讲 before 你 full retirement 领的时阵，你爱差不多活差不多15年至16年 ，depends on 你倒一个 retirement age 啦吼，你的 full retirement age。假使讲像我来15年来讲，我开始领以后10年，吼，就从开始我若提早领对无吼？提早领，啊上尾大概中差15年就叫做过啊。所以简单来讲，我66岁开始去领对无？啊，我若等到70岁才去领，安尼时阵，我若活按到80岁，我就输啦。啊，我若赢啦，我若按到我若即摆开始领，66岁开始领，啊，我若无超过80岁，我就赢。但是我若算讲超过80岁，我就输足侪钱诶，吼，啊，这个我有甲算出来吼。为什么这样？你知你听有无 ？OK， 因为吼，有的人是62岁就开始领嘛，你62岁去领的时阵，咱即摆来看吼，你若62岁是可以去领的时阵，你有的是只领 70%， 有的是领 75%， 有的领 80% 尔。啊，你差迄个 20%， 还是讲 25% and 30%， 你去甲足嘛？你去甲足的时阵，爱超15年至17年才做会着对啦。啊，你若是 before 你 reach 这个 balance， 这个 year 吼，大概就是简单来讲，你若是无超过你从你开始领，你62岁开始领的时阵，你无就是讲伫17年内底，还是16年、15至17年，depends on你的 age 吼，你就赢就对啦。啊，你若是超过时阵，因为你实际上你会当加领较侪钱嘛，吼，安尼你行知影咯。这个有一个简单的算法啦，就是讲这个 Medicare 是安怎算 ？Medicare 就是讲，伫美国你做工课35年内底，你上悬的income甲你算入去就对了，这就是 Medicare 的算法啦。所以咱大多数的人无超过到35年就退休嘛，吼。啊 ，local 的人是有超过35年，所以 as long as 你继续 contribute， 拢有 add to the credit。吼，拢有记住就对了吼，所以这个就是较 detail 算法，就是讲我用这个吼，这搭做比例互你看。假使讲这个人66岁领的时阵，伊会当领 100%， 但是伊到70岁实际上会当领 132%， 每一年加8%， 啊，这是 income 一直 accumulate 就是 pretty good， 差不多。4年内底差，有的人差不多1000块尔，吼，就 depends on 你对个怎样安尼吼。OK， 这个大概是安尼吼。好，咱即摆来讲这个 Medicare 部分。OK，Medicare 内底吼，这本册吼，你大概每一个人每一年拢有收到。这内底吼，伊甲你讲几个 concept， 就是讲你每一个 chapter 甲你讲啥物物件吼。啊，这个内底有。第一就是讲，这是简单甲你介绍讲，这 Medicare 啊，伊是安怎迄个成立的吼，啊，这个内底 cover 内容，这等有闲再看啦吼。但是即摆要甲大家介绍，就是大概这张啦。Medicare 吼，上重要 concept 就是讲，你是 Part A， 还是你是 Original Plan， 还是迄个 Advantage Plan。
真侪人拢讲我做，我就已经有报开设了，对无？迄是 Advantage Plan 对无？吼、concept 就是讲，你若 A 的时阵，就是 hospital， 你住院嘛，吼，开刀嘛，对无 ？B 的时阵就是你门诊，你大概去摕药看伊去做体检验嘛，这是迄个。但是真侪人咧，伊就讲我过去我在公司上班的时阵，互我即个 Advantage Plan， 三种 Advantage Plan 5种。一个就是 HMO， 一个是 PPO， 一个是 Private Fee for Service， 一个是 Health Saving Account， 啊，一个 Special Need。HMO 代表就是讲就开始，吼，开始迄是 HMO。啊，伊是安讲，就是讲你伫伊即个卫生组织内底，伊的 facility， 伊本身会当甲你 check 叫，逐项拢甲你 check 叫，开刀住院，摕药啊，逐项拢甲你 check 叫，迄就是 HMO 的，吼。啊 ，PPO 就是讲，伊有一个 network， 你若规定这个 network 的时阵，大家拢会当摕到较好的即个价钱。但是有真侪人无伫 network 内底，也是讲，今年丹尼斯有伫这个 network， 突然讲伊无爱参加这个 network， 伊 pull out， 但是你佫继续去甲看，伊讲我要你 charge 这个 price， 吼，所以有一个有好处有歹处的对啦 ，PPO 有好处有歹处。Private Fee for Service 就是讲较宽的范围吼，就是讲咱 original plan 是叫 Public Fee for Service， 啊，迄个另外一个就是 Private Fee for Service， 就是讲有的医疗系统，伊主要讲你若是有接受到 Medicare 这个 program 时阵，你就 suppose 爱 take care 这个物件。当然，医生也好，啊是讲你这个program 也好，病院也好，拢会当有 right of rejection， 伊会当甲你 reject， 就是讲case by case 就对了。通常伊拢会甲你接受。Special need 就是讲，假使你有特别的 case， 例如讲肝病啦、胃病啦、啥物病了吼，啊你需要这个 special care 时阵，伊有一个 program 互你安尼。那么这两个内底上大的差别就是讲 ，Part A original plan 的时阵，伊是 A， 咱讲开刀住院嘛吼，开刀住院，你伫头60天内底的时阵，吼，实际上你除了抵达度以外，你毋免出钱啦，头60天啦，吼，做这个。但是超过60天呢，你就爱甲政府，就是讲买就对啦，吼，算讲你若对61天来开始到90日内底，你爱甲政府买。政府买的时阵就是讲你每一天爱贴差不多200几块入去，吼，安尼，啊，这是30日尔。所以你若对开刀到住院超过90日的时阵，其实你的 benefit 煞就无啊。However， 你会当甲政府借 lifetime 2个月 ，lifetime 2个月，你会当甲政府借。你借的就是讲 ，OK， 借的时阵就较贵咯，借的就是讲1个月一工就爱付差不多，我等下有迄个表给你吼，吼，你爱甲政府实在400几块每一日啦吼，但是 compare to 你 hospital 的 cost， 有当时甲你请就要几万块咧，一工啊，对无？会真贵嘛，所以你若付400几块嘛是还佫会好啦，吼。all 就是讲，你对开始爱甲政府借的lifetime 2个月，若5个月来拢总无法度 take care， 你 lifetime 就无啊，你的 life benefit 就拢无啊，吼。所以伊才真 care， 就是讲，你若正经袂好就是袂好，就是叫吼。啊，有个人，我有有个人去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啦，就讲开刀了，啊去复健，去复健中内底，啊去住迄个住病迄个复健的部分，迄是有100天吼，头20天你的 program， 你的Part A 会甲你 take care， 但是你若超过21天至80，到100天至80天内底，你每一日有 co-payment 154块，大概是这个范围内底吼。这是 A 的部分。那么这内底就牵涉就是讲 A 伊有真侪抵达就无 co-payment，B 嘛是共款 ，B 伊有政府甲你出 80%， 你该出 20%。啊，有个人若逐日你看医生的时阵，逐日你看医生的时阵，你实际上你的 cost 真悬，吼。所以政府才设计出来，这叫做 medical supplement。medical supplement 有个人叫做 medical gap， 吼。这个 medical gap 呢，其实上好的 program 其实是 original plan，
但是见仁见智，安怎讲？就是讲看你的 area 多少吼。因为 Medicare Gap 内底啊，伊内底甲你的所有这 deductible， 咱是讲 Part A deductible 1780几箍，waive 不了。你的 Part B 的 deductible 嘛 waive 不了。过来你 Part B 的 copayment 20% 嘛 waive 不了。啊，佫头拄咱讲迄个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迄嘛 waive 不了。迄算着真侪钱呢。因为你若讲拢总加起来，迄是真侪钱呢。OK， 咱就要跳到转来，即个 Advantage Plan。Advantage Plan 是2006年联邦政府因为要互真侪人较方便，可能较免遐复杂，因为保险其实真复杂啦吼。伊要互咱大家较简单，就是讲，甲即个保险 A 甲 B 甲浓缩起来，叫做 C。哦，所以有人听到 Part A、Part B， 毋捌听到 Part C。Part C 就是 Advantage Plan 的 program 叫做 Part C。那么 Part C 呢，这个部分就是讲 ，is suppose I provide you better than the standard policy。就是讲 Medicare 安怎规定 Part A、Part B cover 什么物件，你这个 Part C 一定爱比伊更较好就对。哦，这就是 Part C 的 definition 一定爱。那么真侪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你是讲开始啥？因甚至 include Part D。哦 ，Part D 就是 prescription drug， 你买药啊，哦买药啊，有个人讲，哦我一年爱摕足济，一看摕了足济钱。其实药啊是真惊人啦，我嘛有朋友甲同事哦，伊甲因太太一个两个人一个月爱千几块的药啊钱啊，一个月啊。所以你若无这个 Part D 的时阵，你是费用真悬的，吼，费用真悬。OK，2006年了，联邦政府规定讲，你爱有一个 Part D 的这个subscription 吼，你爱去登记。你若无登记，咱头仔讲的 A、B、D 拢有 penalty。你若是你符合你的 initial 你的 qualification， 你的开始65岁。写一个前3个月，写一个后3个月，你若无去登记时，你有 penalty， 吼、这个 penalty 就看你偌久，你停偌久无去登记，但是有但书，吼、这个但书就是讲你头拄有 group insurance， 吼、你有 group insurance， 你就唔免，你迄个时间就会当 flexible， 你听若甲你对你的 group insurance plan 摕落来了，吼、你 retire 好，无 retire 好，你对你的 group plan 摕落来了。你才需要去登记这个B 吼 A 是大家拢有登记啦，因为 A 你就无免我甲你摕超级钱嘛。但是 B 像讲我即摆来讲，我是用公司的 group insurance， 我虽然超过65个月，我无去登记 Part B， 因为登记 Part B 一个月就104块90仙嘛对，所以这个一个月你要交差不多105块底啊嘛。你已经一边纳啊，你就有必要两边去纳。而且 Part B 呢 ，Part B 有一个前提，就是讲，今年2013年是104块90，但是明年同款啦，本年讲本来要调整，本来无调整是同款啦。你的 income 啊较悬的人，就唔是100块，咱刚刚来讲105块啦，上贵的你讲337块。就是讲看你的 size of income， 你的 income 偌侪钱，所以你 Part B 的部分自动是对你的 Social Security 把你扣掉去啦，一般是拢把你扣掉去，吼、所以迄个是真侪钱啦，吼、所有这保险公司每一年咱头仔讲，联邦政府你做预算伊安怎变？伊就是甲每一个超过65岁的人，你过去少年的时阵，你有报 Social Security Tax 对无吼？伊把你登记起来，等下你65岁时，伊就编预算互你。一个人一个月编偌济，你知影？881块，这是几项以前的啦，这我唔知，这我唔知啦。就是讲，你每一个人，政府你编预算，咱头先讲迄个叫 federal budget， 迄个安怎出来，就是安怎出来啊？每一个人编出来，编出来你再看你将来你是去做一间 system， 你是 original plan 还是 advantage plan？ 按照 advantage plan， 政府就甲这个钱塞过互这个 advantage plan， 伊是摕遐个钱。保险就是按来切去，有个人有用着，有个人无用着，所以是一笔钱伫个遐，吼，一笔钱伫个遐，伊个 cost 伫个遐。那么这内底，像你必须要去了解，就是讲你到底要安怎去选择 Part A
哦，就像 origin